你什么东西？猜猜看。哎呀，你的鼻音这么重，都快发生件事了。因为我从13岁开始学粤剧，我的青春，我的最宝贵的年华，我都给了粤剧。从来没有超过这种概念。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自己能跳这种舞蹈。要练的。不是，我真的是挺讨厌跳舞的，说实话。不是内心要放弃，身体不由得只能让我放弃的那种感觉。这1个月的时间，大家付出的都很多，其实就是想要一个相对比较圆满的结果。那这2天那个营养要加强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他们也很辛苦。曙光就在前方，大家会尽全力。这段时光让我们所有人都成长了不少。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意外。